雪我不会。陈芊芊，你笑什么？难不成你会？咱俩文化水平差不多，你不会，我自然也不会。那你还笑？听闻三公主近日有所进意，不妨试一试。裴思雪，你就别为难三公主了。谁不知道她斗大的字儿也不识几个？不如这样，咱们赌点什么？要是三公主能押得上韵，那我就去扫茅厕；要是公主对不上来，那茅厕就归三公主了。你就这么笃定我一定对不上来？你就说敢不敢？不敢，我懒。我押三公主赢。如果三公主输了，韩某替您扫茅厕。至不至于，为了看我出丑，这都答应啊！不就是对诗吗？所有人的词儿都是我写的，几句诗还不简单？还得稳住陈芊芊文盲的人设，还要对诗，这简直就是困难模式啊！不过要让韩硕替我扫厕所，那就变成地狱模式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怕倒是没有。我想好了，风、火腿儿、咸鱼、腊肠、乳猪、烤馕、全羊。通。这哪儿通啊？火腿、咸鱼、香肠都是风干制成的，而乳猪、烤馕、全羊全部都要用到风箱。这我就要去扫茅厕，我不服！服？我三公主今天对到你服。花、糕饼、果子、红姜、香茗、清纯佳酿。通。这哪有花呀？糕饼、果子、红姜饼一般都是做成花的形状，而花茶、花露、花酿就不用解释了。三公主这一句有吃有喝，比起风那句就没那么燥了。不过是一些歪诗，有本事你再把雪和月也对上。雪，奶冻冰盘凉糕，雪天可以做。枣泥五仁蛋黄，月圆才能吃。林七，那就只有辛苦你去扫一下茅厕喽。Thank you。裴思雪，小姐，您回来啦，您这什么味儿？不会臭啊，这个好臭啊！都给我滚！谁让你们过来的？竟然敢嫌弃我！你总跟三公主置什么气呀？她毕竟是城主的女儿。我就是不服气，楚楚哪儿都比她强，城主总是宠着陈芊芊，总是挑楚楚的刺儿。知道你二郡主情谊深厚，你放心，二郡主册立少城主，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哦，三公主名声这么差，难当大任。也对，陈芊芊德行有亏，如何继承城主之位？等等，这些是陈芊芊赏你的？啊，是。我教坊司容不下陈芊芊的东西。平日里你与她眉来眼去，她今天让我出手，我就要拿她的人出气。小姐，这也是你的人，打坏了怎么好？